自然連結感係我哋自己同大自然之間互相嘅連結，而自然連結感越高，我哋嘅幸福感、生活滿意度，以至願意保護環境嘅程度都會提高。Hello， 作為環保初心者嘅你 Hello， 熱愛環境嘅你，你好啊，喜愛大自然嘅你。我叫 Iris， 係一個怕曬、怕熱、怕蟲、怕辛苦嘅港女。我開始去認識一個陌生嘅領域，由接受到欣賞，希望活出一個更好嘅自己。我係阿瑩，係一個鍾意分享耕種嘅 YouTuber。我搬咗去一個遠離城市嘅地方，嚟緊我想喺我做緊嘅事情上面有新嘅突破。我係小黃，係一個 freelance 插畫師，經營緊自己嘅插畫 page。我想更專注喺當下，慢慢感受呢個世界。我參加 Flow 嘅時候，其實都知道佢係一個環境教育相關嘅 program 嚟嘅，但咩係環境教育呢？我都唔係好知。初初喺度諗，其實佢係咪都係想 sell 下人哋環保，教下人點做環保啲呢？之後發現又唔係喎。Flow 係透過接觸同埋感受唔同嘅大自然環境，等我哋去感受一下大自然帶俾我哋嘅美好。呢一啲嘅體驗遠比起字面上嘅說教更加深刻。因為一啲以前嘅經歷，我就開始咗經營一個 social media 平台，係有關於環保同埋永續生活。同埋我本身都係讀 fashion 出身嘅，嗰陣呢去過一啲嘅製衣廠返工，發現製衣行業造成嘅污染同埋浪費係好多。香港雖然細，但有好多大自然都好近市區，感受下太陽嘅溫暖，曬喺面上嘅溫度，令我有被照顧嘅感覺。join 咗 Flow Influencer 呢個計劃，除咗多機會探索香港嘅大自然之外，仲接觸多咗對環保有研究嘅人，大家都喺自己嘅領域上面專注同埋發揮佢哋嘅影響力。由第一日認識我都知道，我係幾咁怕接觸大自然。喺呢一次同大自然嘅相遇，我從討厭到重新學會聆聽、觀察同埋感受，理解萬物之間微妙嘅平衡。當你親手觸摸樹皮，感受海水嘅拍打，會更加明白環境嘅珍貴同埋自身嘅責任。慢慢喺過程中，我學會咗欣賞呢一片嘅大自然。呢一種同自然嘅交流，令到我內心多一份嘅平靜同埋感恩，幸福感亦都會隨之而生。每逢活動嘅前一日，我都好期待。平時大多數時間我都係喺屋企畫畫，好少喐動。記得有次畫到好孤獨，第二日跟 WWF 去玩，腦袋嘅聲音靜落嚟，思緒變得更加清晰，可以誠實咁樣面對自己內在嘅情緒。原來煩惱可以咁快就消失，煩少咗，自然多咗心力去解決問題，反而仲會包容自己多咗。透過觀察雀仔啊、花草樹木、泥土，令我體會到大自然嘅循環同埋無常。所有情緒，開心唔開心都會過去，更不如接受依家嘅我嘅情緒，攬下自己先啦。我好想帶嚟改變，而家我亦都會帶一啲鄉郊嘅導賞團，去搞一啲農田體驗嘅 workshop， 希望可以更加多人可以更加深入去認識我哋身處嘅大自然，去感受、去體會，先會發現大自然點樣去提供我哋嘅日常所需，點樣去供養我哋嘅人類嘅需要，自自然然就會愛惜我哋所擁有嘅一切。繁忙嘅生活當中，我哋可能錯過身邊嘅大自然，唔記得為路邊朵野花開咗而開心，安靜落嚟，用心感受當下，用心感受我哋身處嘅大自然。平靜嘅大自然力量，好多時都可以讓我喺高壓嘅生活中釋懷，對心理健康都有所提升。
因為懂得自然，就會重新認識自己，學會珍惜呢一片土地，對大自然多一啲嘅連結，由心而發咁樣愛護我哋嘅大自然，對我哋身處嘅環境一定有更正向嘅改變。起碼我對大自然更加有愛啊！唔好睇小自己嘅個人力量，如果可以令到我哋身邊嘅人認識更加多，接觸更加多，佢哋一定會慢慢感受到大自然所做嘅美好。